台南市皮克球运动伫个体育总会单项委员会主委林美燕积极的推动，目前全市大约有700个皮克球的组织，参与的人数大约400-500人。因此，台南市体育总会皮克球委员会特别结合台湾圆山国际主神协会，将伫个台南举办2024古都圆山主神杯全国皮克球的锦标赛。皮克球委员会事实上，真的是用心，希望把这个好的新，对台南市来讲，皮克球是一个新的一个就是运动项目啦，所以我们委员会都希望能够皮克球委员会都希望能够好好的去行销它，包括在场地的争取。我中地接触，我嘛是很主席有好几个场地，所以等一下我也会好好的分享我们的场地，让听到这些听到在这一次里面比赛过程中活动过程中，那你听到第一次接触到皮克球，你想要接触它的时候，你可以到哪个地方去锦标赛呢，我们慈善协会呢，我们做了一个全额的赞助，还有呢，我们另外总共提供了10万的一个奖金，后来呢，他参与上面呢十分的踊跃在截至现在呢有142个的选手，后来呢总共分成了200多组，在台南办了2天的比赛，对，后来我们相信呢借由这个比赛呢 ，OK， 因为这些选手可能带上家人啊什么的 ，OK， 我们一方面可以推广体育活动，一方面呢也能够促进台南的一个的观光。这届比赛预计吸引150组的参赛队伍，总奖金高达10万块。预计9月14、15两天，将伫个新南国小的风雨球场来登场，欢迎喜爱皮克球运动的民众会用个前往观赛，为选手来加油。台南新闻联跟采访报道。